哦，伊今仔要上下身，伊看偌济册呢？迄有人时啊吼，时间一哪要到伊哪紧张呢？迄若少年讲师啊，老讲师就较无问题啦吼，因为资料较济吼，啊你讲吼，袂惊伊就较无问题。啊若新讲师吼，有人时啊几日暗拢袂困觉呢？哪要到伊就哪袂困觉，我时啊袂困觉，烦恼啊！吼，毋知要讲会好势啊，袂好势啊，伊会烦恼啊！吼，毋知讲会到袂到，有人时啊吼，迄个工地准备要归本呢，5、6张啊去讲头字啊，就了啊，啊就来轻松啊啦，哦，所以讲下身呢即个讲师非常的辛苦呢，所以讲甲无我想讲，人若咧讲好啊听看嘛咧，精神摕出来，毋通拄久啦，拄久吼对不起讲师啦，因为讲师准备几个月、1、2个月呢。安尼来吼，像我要试验讲互恁听看嘛咧，讲好我准备2、3个月，来到这讲互恁听，换恁咧困，迄个打击偌大呢？迄打击偌大，我这3个月拢袂准备的啦。你嘛爱互讲师有一个精神哦好，你若逐个认真甲听讲，嘿，我准备了可能有这转，逐个爱听甲，逐个我看拢无拄久哦，好，伊哪讲就哪瞎拍，吼，伊后摆较加强讲台咧，咧一摆吼。毋是你也看，我即若带遮吼，即讲你逐个拢伫遐咧困啦。我就讲真人自闭，无到遮结束啦，毋通讲。我咧讲大家无咧听，变成安尼啊，参安小声。所以讲要得着，就要有自闭心才有法度。搁落来就是8条目啊。8条目呢，就是基本记知生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今仔尾才讲。第一点呢，你若无基本，其余拢免讲。基本就是击开四生物，啥叫做四生物？迄就上大的病就是四生物，贪嗔痴爱安尼啦。这4步，这4样若解会起，就会当治愈你的良知啊啦。无你要生什么气？基本记知要安怎生意？你参望做头路，你就准备要讲转正的。可以人个晓好个，搁有钱吼，利用他们做头路，准备甲倒安尼吼，安尼咧。你哪会生意？生意是表面的尔呢，因为你心也搁贪伫啊，小贪两家暗，互合拢有人写。若听到电台报纸咧开讲，对迄知识分子去互骗几百万，比阮这种装头上还搁较含慢。是安怎？迄知识分子会去互骗去啊？即摆要甲你解管你的口多啥会有诶无诶？你安怎话甲哪真诶，安尼就对啦，安尼。你爱甲注意，迄随伫遐讲，确定检察官随确定了互你，伫法律界检察官无遐用诶啦，安尼就对啦。当检察官随确定了互你，你诶案件就有人写着要挡咧几个月，挡咧1年2年嘛，有人写挡偌久诶，才会调诶。他有迄个讲吼，刑事组诶刑事一个讲呀，讲安尼确定检察官会确定互你，迄拢是假啦，安尼就对啦。检察官无有遐用诶啦。无有效率遐好诶，确定咧，互你啦，安尼啦。毋过天天会去骗呢，是哪会骗？小贪两家人啦，拢嘛是迄个贪字，逐个就有人时讲好，就安尼摕着偌好康，安尼骗才会好骗。啥会叫做小贪两家人呢？迄家人咱有诶少年辈毋知影，迄家人就是一个院，顶悬拄啊开一个壳，下身呢，迄就。若要掠一只鸡吼，顶悬就甲掠切落去，你鸡人就甲扫安尼，等伊2条伊就甲砍的啊，安尼就对啦，迄就小贪伫遐咧成啦。咱头壳啊愈有伫迄个南仔内伊放落，安尼就稳当当，领厝啊就有角啊，安尼就人遐个咧骗的呢，胆太亲像安尼，鸡人拢安尼下身呢，甲你剃开，准备你若入去吼，就要甲你勒索啊，安尼你治了。尾困较知影讲去互骗去啊，骗去都上班啦，钱已经汇去互人啊，你若无贪今仔会安尼，对毋对？知识分子他会安尼，伊他袂晓想，即马一个下身即马一个出代志上个许迄阵我才袂晓想，我才戆干呢啊，安尼啊，有人时咱人若莫会贪，就无代志。若贪世间无迄不劳而获诶，无迄无做有钱通领诶啦，那安尼我也要来啦。世间无迄遐好诶，你无行功入德，
无渡人救人，上天各位要互你哦，介遐简单哦，渡一个3分，上天助你7分哦，你毋通渡就10分哦。讲较歹含救啊，无去救人，这靠运数就对，靠运数就有哦。你着叫较好诶出来行，伊会渡人，伊若会渡人，你就要分啊啦，就对啦，行7分较济就有吼。伊会渡人，你嘛爱加减有分呢，因为迄我甲渡诶呢，栽培甲下时伊也会渡人诶呢，安尼呢，伊若趁有哪会分你啦，像人真诶迄种迄叫做领出会安尼共款啦。所以讲有当时啊，因保书你着单多济，你功德就无用啊啦，安尼啦，他着去拼，人他着拼，渡足济，栽培好做工书，去渡人，你着多济啊，你着有薪水人尔，上天着各位着互你啊，安尼就对。所以讲下时呢，拢是贪出了问题，凊人心，咱人诶凊人心足重呢，像我讲两句啊，好话听袂入呢，讲规半步呢，拢袂歹。一句小我甲伊挨着，迄句讲记条条，毋知是咧听好啊听歹。咱人若要听好话，见讲着讲人偌好，迄个人诶心地已经境界已经提升。即个人若拢想讲人诶歹话，伊诶境界拄啊像安尼，伊要搁伫遐咧默默受诶，伊拢无提升，毋只去批评别人，讲人诶歹事。正经有提升诶人，伊见讲，大家就是佛菩萨啦。咱大家是佛菩萨，是去互卖卖去，安才叫做众生。咱今仔得着道，搁有咧听经闻法，搁会当徛讲台，咱敢会使随便讲人诶毋好？大家嘛是佛啊，是伊去互卖卖叫做叫众生尔啊。你家己若无佛，你安怎修？你都袂成佛。因为你内底就有佛诶物件伫呐，迄粒种子伫呐，报互你知，你讲我原来就是佛咯，我习性相当，白脉太深，自言而言去忘我去啦，安尼啦。咱今仔佫找着啊，改变改毛病去脾气，低三下四，凊人心毋通产生，这就是要互咱修诶迄个功夫啊，这就是内性诶功夫啊。叫要记知生意正心，这就是内性诶功夫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啊。平天啊，这是外王诶功夫啊！内心外王拢爱兼备啊！所以讲下身呢，凊人心，看人有嘛无欢喜，看人无就凊伊啊！看人有就攀缘，这是咱人诶心啦。你参要好人，行做伙，你加多甲菩萨，你甲少钱，保证利息佫较贵，伊袂怎免钱诶啦，安尼，人作地去，拢嘛是你要看好嘢精细收来啦，无真若有钱，人讲有钱诶，迄旧钱会较好嘢啦，空狗会较善车啦，安尼就对啦。你我伫外地就请安尼有诶无，伊有当时就太了啊，安尼就对啦。较海派诶人较袂存钱安尼啦。所以讲人有是人精细种诶因善因，所以讲下身呢，咱着爱家学讲无简单，人精细就是种善因。即世才会当得善果，才有当享受。所以讲，咱爱效法，即世爱做好，后世我要去比你较好，安尼毋才对袂使凊现身痴车心走出来贪嗔痴痴车有钱就会车巴恁安尼迄领衫开车即只毋好啊，要搁换车啦安尼啦咱较早旁经理讲过无钱车就好驶，就有力。咱若有钱，车就无好用即若互我有钱，我讲我车真嘛无好驶咧，搁换一只较好诶呢，安尼咧。若无钱通买，讲都无钱通买啊。人讲你遮较毛我讲我遮也无好驶呢，实在搁驶还哭叫嘛，讲我即只还搁做好驶安尼。都无钱你无好驶，都还搁做有力诶安尼就对啦。但是若向阳互我有钱诶我随换啦，无好开啦。开咧哭叫，安尼就对啦。车钱伫倒去啊？无钱要车钱伫倒去。你个人食好做筋骨，下身迄皮包一骹讲下身骨力歹，我毋相信咧。我迄下面遐贵遐个骹，一骹讲偌济钱咧？我100块换出国搁换转来，也是遐买咧。人飞机甲我无你坐，无嘛是照关咧，搁大骹咧内底搁有囝咧，关喙搁关入来咧。无迄个关迄个 LV 诶，迄种诶，讲要好济呢。我关迄100偌济就无呢，安尼呢，大事顶顶啊！若关迄种诶，互我看着诶，
我甲当做无啥，因为我毋捌啊。哦，迄是捌会的人多啊，这摕规个神经，哦，迄骹越落位的。啊，对我这外行的，迄骹嘛差不多可能嘛捌夜市仔买尔，安尼啊。哦，我嘛，因为我是夜市仔买，我嘛甲当做夜市仔买，安尼尔安尼吼。迄是捌会的，摕规伊的神经，安尼就对啦，爽快安尼。哦，啊衫仔就穿个一领几，好几万拄几万啊，甲我讲一领偌济，我实在毋中。迄话咱人就是安尼，买一领衫偌济钱啊？你甲讲偌济哦，有人遮带买去啦，上俗啦，伊行情都较悬。你一领衫5000块尔，哦，买去啦。迄位朋友去甲伊讲，哇，你领衫淡仔来拢吊伫遐呢，啊，伊讲啊是卖偌济，讲5000尔。你去甲开万二，皮用洗洗，温偌好势，佮甲装偌好势，人也来问吼，甲讲万二啊，安尼啊，最加1万就买喙啊，了就买喙啊，安尼。迄一个人加一个较有钱的来教你讲好，发现迄领食水果用迄玻璃珠啊煮讲好，啊敢有较好的讲有啦，迄领上好安尼。迄领偌济啊，12,000啦，安尼啦，敢会当较俗的安尼。伊讲啊，迄买遮的无来，算1万就好啦。伊讲好，啊甲我包起来安尼。伊讲哦，你都毋捌做生意，才遐搞啊？咱人毋捌拢食行情的啦，安尼就对啦。拢要有钱人讲较好，佫较好的，看迄无好，安尼就对啦，吼！我拢去大润发买199，穿甲嘛做好看。咱人毋通试车，你若体格好，佮穿较俗，就是苗条足水。啊，你若体格无好，就讲大担遐呢，你甲讲穿一那几十万的，就穿起来就歹看。所以讲吼，家己爱知影啦，安尼。我当佮讲啦，时间到啊，都歹势啦吼。因为时间到就切啦吼。有不足的所在，咱对呢，起码是在体力就讲人的健康，完全注意，就无增加风险，谢谢各位。恭喜你。感谢点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B 班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大家讲等者，咱进经营去送钱物咯。